亲啊，继续来看禽流感的疫情，搁来扩大。H5N1 高病原性的禽流感，为宜兰、高雄、台南、嘉义，一路是拖到中部。中华的动物防疫所接到通报，讲竹东甲宜林有3场的土鸡仔场，这土鸡仔是无正常来死亡，确定是为着 H5N1。主动来监测，搁发现竹东一场肉鸭场，甲埔心一场肉鹅场，嘛确诊为着 H5N1。这个鸡、鹅、鸭有5场拢中着。防疫人员全副武装入到土鸡仔场，这座土鸡仔场的鸡，因为食药拢死了。防疫人员真细致将这死去的鸡底好了后送去烧。目前中华、竹东2个土鸡仔场，加宜林镇1个土鸡仔场，拢确诊 H5N1 高病原性的禽流感。那土鸡仔确诊，防疫所主动监测，更加发现讲，竹东这个肉鸭加埔心这个肉鹅啊，嘛确诊 H5N1。防疫人员将这鸭加鹅啊底好了后，用药啊人道的处理。动物防疫所表示讲，这摆 H5N1 的传染源，敢若是过冬鸟带来台湾的。一开始是为宜兰一个种鸭场开始的，续来南部开始就传，台南、高雄、嘉义番鸭场、甲肉鹅仔场陆续确诊。过来是中华有5个鸡鸭鹅场嘛沦陷，总共杀28000几只土鸡仔，800几只肉鸭，加2000几只肉鹅。这次 H5N1 的这个病毒株在鸡、鸭、鹅不管是水禽或陆禽，它都会有感染，也会有一些死亡的情形。H5N1 传染力真强，过去 H5N1 伫国外阁有喂着人的记录，所以讲袂使大意。动物防疫所提醒养殖业者，天气遮寒，这鸡仔只要免疫力本来就会降低，再加上 H5N1 的疫情，一定要加强人甲车出入的管制。鸡寮上无一天要消毒2摆，若发现无正常死亡的状况，一定要同步处理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